百姓中的族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带礼物来入伊的院，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全地伫伊的面前摇摇喘。兄弟姊妹，请起立，咱来吟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阮是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煞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早坐全能爸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我，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咱三国来启用。伫圣诗后壁，启用文第28篇，
就是诗篇118篇，正史后壁1049页，诗篇28篇，我来念。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国，愿阿伦祭司的家国，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引导我，我要感谢你。彼处师傅气散的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柳伊应该受祝福。着夜树枝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咱三甲暗头的祈祷，至圣至尊，创造天地万物的妖化大主宰，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主。你有权能，有慈悲，有怜悯。阮受拣选，成做你圣的囝儿，得着主你的恩典的陪伴甲接福。阮要压落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主，阮意爱来到你恩典的圣殿自职敬拜，你的保守甲疼叹，互阮伫即礼拜以来，无论伫厝、伫工作、伫事工，拢会当照你的旨意，行伫主你意爱的道路。咱现今世代快速的变化，透过网络会当参加礼拜，伫厝上班、开会等等逐项的活动，甚至阮会当伫网络得到侪的消息，找到侪的资源。加上疫情的影响，渐渐在改变逐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礼拜的方式也是安尼。主，阮知你是最新事的主，求你赏赐智慧，互阮伫这变换的时代，了解科技的工具是要来加添阮传福音的开力，也互搁较侪人会当听见福音，甲阮有份伫这属天的恩典内底。同时也求你保守阮众兄弟姊妹，无因为科技成做疏远教会的借口。伫即个暑假中间，主日学青少年团契拢有因的活动甲计划，求主你保守因透过辅导的帮赞，互相的交陪，来搁较亲近主你。只是阮若要将家己交代伫主你的圣手，求你掌管做王，阮顺服伫你。互智慧甲启示的灵进入阮的心，阮要伫遮安静来做礼拜，求主你保守照顾，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赞美，即是咱要请雅音合唱团来学乐，因今仔日的诗歌是神圣的地。
咱感谢咱合唱团带学老来带咱敬拜。这时，咱就参加来看圣经。圣经伫以赛亚43章16节到21节。伫台语汉语本的圣经796页。以赛亚43章16节，我来读。耶和华伫大海中开路，伫大水中开路，互车马兵丁勇猛的人拢出来，因做一个倒落去。袂阁起来，因袂无亲像失去的火。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当得发现，恁减毋知嘛？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山里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道鸟也要安尼，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敬的你。这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佑我的名声。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予张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看见神，行神事。咱搁再一摆三个来感谢。愿阮的耶和华上帝，阮感谢你，阮伫礼拜日来到你的圣殿，就阮知，阮每一处来到你的面前，当阮摒空阮的心的时阵，你要用你的话语，你要用你的丰盛的主爱来充满阮每一个人。主伫今仔日下早起，阮搁再一摆将阮的心交托互你，恳求你的圣神来引传阮进入。你的心意内底，主愿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边这大家平安。这个电话捌举过，请举手。Nokia 3310，好，可以看出你们的年纪哈。嘿，这是 Nokia 吼，迄当阵上流行吼，上侪人举的一支手机吼。好，我来讲这个Nokia 这个故事吼。这间公司吼是伫芬兰，伊伫1970年的时阵吼，伊刚开始咧做啥？做护鞋，做卫生纸吼。一间公司，不过这间公司呢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文化。就是伊每一个人去遐上班的人吼，伊拢用安尼有新的点子，也是讲较创新的即个想法，伊就用安那，伊就甲公司讲，吼，因公司的人就去研发即个代志，吼。所以即个原本是咧做卫生纸的即间公司，伫20年的中间，Nokia 就发明上早的即个。行动电话，吼，即间公司吼，伫即个2000年的时阵吼，你知影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举因兜的手机，就举 Nokia， 吼，咱迄当阵是逐个人拢举 Nokia， 吼。然后呢，2004年的时阵，伫即个 Nokia 即间公司有一阵的即个工程师，伊足幸运的，伊就讲，哇，我发现一个新的物件，即个新的物件吼，因家夹在即个伊的手机内底，是啥物？都是吼，互伊的手机因甲网络吼，会来连接起来，连接起来。然后呢，伫即个手机荧幕内底，因安那用彩色的，互你用触控的，吼。然后呢，搁甲一个上大的改变就是讲，伊发现讲吼，伊因伫即个手机内底。一个线上应用程式的商店，这是啥物？哦，这可能对你来讲较歹了解吼。就是讲哦，伊即个手机用安那去登录一寡 Line 来用，用 FB 来用，就是伊即个手机伊发现能够用这两个功能出来。毋过呢，伊当时呢，即阵工程师甲即个公司的主管呢，来提出即个想法的时阵，
有互主管来接受无？无，啥啦？因为呢，即间公司的主管呢，感觉讲因当时呢，这手机啊吼，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手机拢已经是我的啊，我已经赚了安尼侪钱啊，我啥啊搁着来出一个新的物件，若失败要安怎？所以呢，伊就甲即个工程师会提出来即个创意的点子，甲否决掉，否决掉。所以呢，即个原本上得意伫一个创新的一个Nokia 的公司，因为顾着伊要有好的即个利润，好的即个销售量，所以呢，伊就互即个手机继续咧努力上，互即个手机壳会安尼换来换去安尼较水搁较坚固互伊摔袂开，安尼尔。伊无搁注重即个手机搁有新的功能，新的功能。所以咱看到原本一个强调创新的一个公司，因为利润渐渐失去迄个创新的能力。3年了后，2004 3年以后，这个工程师伊发现讲，哇，阮当时甲公司提出来，即个足新的即个功能，即个疯狂的点子，伫个旧金山一个舞台的面顶，发到一个人叫做贾博士，伊发布 iPhone。所以Nokia当时呢，哇，即个工程师怎惊着？即个提出来的时阵，3年前伊比 iPhone 搁较提早3年。毋过因为公司注重啥？注重利润，注重伊的销售，注重目前的成功，所以就甲这否决掉。所以5年了后，Nokia 伫即个商业的即个手机的即个，就已经地位渐渐一直落来。2013年，伊甲伊的即个手机的部门了钱了甲呢卖掉，了偌济钱？7.5兆台币。你看一间公司。原本一直咧强调，安尼创新，用安尼一直安尼得到真好的即个地位的一支手机公司，伊面对即个外界即个商业的威胁的时阵，伊嘛共款倒来。这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咱嘛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其实咱咧上帝参像即个工程师共款，安尼每一工拢咧想新的点子，拢在咧想新的代志。毋过呢，因为咱家己本身咱有足侪即个看法咧，咱有足侪我讲的自我框架，甲咱束缚掉咧，甲咱限制掉咧。咱注重的是甲因遮工程师所注重的是无共。所以呢，咱就无法度看到上帝伫咱每一工咱的生活当中、咱的生命当中，伊咧行新事啦。咱无法度领受上帝要互咱新的稳定、甲新的一个丰盛。咱就参照即个，有阵时咱就参照即个 Nokia 即间公司共款，咱的生命渐渐失去即个光彩，甚至参像 Nokia 共款，面对外口的威胁。困难的时阵，咱就安那拢倒落去。今日我要借着这段大家拢熟悉的一个经文来甲大家分享，咱要安怎样来看到上帝为着咱每一工拢咧行新事啦。咱今日咱要对3点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咱要看到上帝。来行新事，咱必须来脱去咱过去咱伫咱心中所有的束缚。搁来，咱必须伫咱的即个脱了后，咱咧甲上帝的眼光来放伫咱的即个头壳内底。搁第三，咱必须来踏出一个信心的脚步。第一个，咱必须咱要看到上帝为着咱每一工来行新事，咱必须来脱去咱过去的即个束缚。以赛亚书咱头拄书的所读的经文18节，安尼讲，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我问恁。
上帝谁会安尼讲？敢讲即个早前的代志，早时的代志是遐尼悲惨、遐尼痛苦哟，所以上帝讲你爱完全甲伊放袂去，是安尼吗？咱去看即个16节甲17节，伊讲哦，耶和华伫大海中开路，伫大水中开路，互车马兵丁勇猛的人拢出来，因做一个倒落去，袂过起来。因袂无亲像失去的火。我问你，这是啥物代志？出埃及过红海，咧过红海的时阵，这两段经文就是咧讲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时的代志。耶和华怎讲？爱甲遮的代志拢袂记哩啦，爱甲早时遮的代志完全拢袂使纪念啦，遐好的代志，遐伟大的拯救的代志，谁那上帝爱遮的以色列人，拢莫纪念，莫去想着上帝早前为着要救因脱离即个埃及的即个法老王，带因来经过红海，进入旷野，最后进入即个迦南水流奶甲水的地。遮代志拢爱袂记哩。像咱拢莫思想，上帝真个真了解以色列人，伊嘛真了解咱。上帝讲我讲咱人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拜偶像者啦。即句话是安怎？对伫以色列人来讲，过去上帝拯救因出埃及过红海遮的拯救的代志，甲全部的细节。伫以色列人内底，我相信已经成做一个因一个真坚固的心理的框架。这个框架呢，会成做一款的偶像，成做一款的束缚。这个束缚会安那？互因后摆上帝咧去做新的代志的时阵，因完全看袂到啦。所以，当新的代志、新的作为来的时阵，以色列人若像目睭痴迷共款，伊互过去遮的出埃及的心理框架，甲伊安暗掉咧。所以，伊完全看袂出上帝伫因的心上继续咧做新的代志。所以呢，伊看袂到上帝伫未来所要成就的代志。所以，伫遮上帝提醒。用掠去巴比伦遮的以色列人，毋通用过去上帝拯救因出埃及所形成的即个模式来限制伊伫未来要做新的事。而且以赛亚嘛那亲像咧提醒咱，爱会记哩，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伫咱的教会当中，过去已经真侪奇妙的代志。真侪新约，甲遐代志拢袂记吧？甲遐上帝做遮的方式，拢甲袂记哩吧？谁哪会袂记哩？因为咱的上帝是创造的主，伊毋要答辩，要救你，要行新事的时阵，伊拢用共款的方式啦。伊毋免为着要救你，用掠去巴比伦，要甲你救出来。伊甲用亲像第一遍共款，摩西去到即个红海面前，摩西甲拐仔举起来，即红海就分开啊。上帝若是每一遍拢用共款的方式，伊都毋是上帝，伊足无聊的，他真的很无聊，真的很不幽默，是毋是安尼？因为伊是上帝，伊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伊每一次。伊咧做新事的时阵，伊用的方式拢无共款啦。咱若甲第一遍，以色列人甲是第一遍出埃及过红海遐的即个方式，第一步爱安怎？爱摩西爱用即个10个灾难吼，第二个摩西乖绝对举起来，无举起来，迄红海袂分开。伊若甲这细拢记伫耶拿海内底，拄着无做时阵啦，摩西死也袂安怎？无关啊，变咯，是毋是安尼？所以，若甲遮的方法当做一个偶像的时阵，迄对以色列人是真大的咒诅，毋是祝福。所以，谁人爱袂记哩？
爱甲遮个细节拢袂记哩，爱甲遮个细节拢袂记。当然，上帝毋是讲过去我所伫恁身上的恩典拢白白浪费，恁拢无需要感恩。咱爱知咱对上帝每一工过去伫咱身上的作为，咱拢爱献上咱的感谢。但是咱袂使互咱过去咱所经历上帝的恩典来限制。即阵上帝要互咱伫咱的身上所成就新的代志，搁较大的恩典，咱袂使互过去的遮个恩典来限制上帝。今仔日伊要搁赐予咱搁较大的恩典，咱拢知好是搁较好上大的敌人。即句话大家拢知。咱看到即个基督教的历史的内底，每一次教会的复兴的历史，拢会诚做顶一次教会复兴的历史，拢会诚做后一次即个教会复兴的历史上大的阻挡。因为咱已经习惯顶一遍咧复兴的时阵是安尼，即遍咱就用迄个框架来看即阵咱所要拄着的即个复兴的代志。所以这就是咱人，咱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心理框架吼。我建议大家若有闲哦，去看这本册，真趣味的一本册吼。框架效应吼，这是一个韩国的这个心理学家吼教授崔仁哲教授伊所写。这个副标题是啥？伊爱拍破咱的认知的这个界限，看见问题的本质。咱来告别惯性偏误的心理学智慧吼。你知哦？心理框架会决定咱每一天咱看见啥物代志，咱对一项代志，咱的感觉是安怎？最重要的，咱每一天咱大家拢用心理框架咧，甲人接触，咱家己拢毋知哦。所以框架呢，会即个决定咱每一天咱的人生的即个决定。哦，心理学家遮的即个商业的行为嘛，常常用咱的心理框架来互咱做出因要所爱的一个销售的行为。哦，我连夜来举例来解说即个物件。吼，所以咱每一个行动，咱每一个决定，最后拢受限制伫咱内心内迄个心理的框架。吼，咱每一个人，咱拢用家己的心理框架到即个外口咧接触，咱家己拢毋知。咱做的判断。咱家己拢毋知，咱才爱做这个判断，其实就是甲这心理框架有关的。好，讲遐济吼，我来举例吼，安尼恁就较会知。咱咧去卖场的时阵有哦，咱明明吼，就敢买卫生纸，买一寡洗发精。咱去的时阵，看到哇入去，咧果汁嘛咧拍折，即个果汁嘛，迄啥牛奶嘛咧拍折，面包也咧拍折，拍8折，要买无？买。你原本有要买无？无，啥来安尼？因为我原本我设定伊的原价是100块，因为伊拍折，我用我的心理框架来看原价的心理，我都买落。哦，阮昨天定去 7， 第二罐可乐打6折，要不要买？当然买，对不对？哦。你看，你们都被生意人骗走，这都是咱的原价框架。咱对每一样代志拢有迄个原价，吼。所以咱常常安尼。然后呢，我问你，咱回去的时阵阮翁的西装内底突然有2000块，意外之财。2000块摕安那？去银行欠起来嘛？无啦，下暗时紧的少少的家庭聚餐甲开掉。所以意外之财绝对会很快就花完，这就是咱的心理框架。原本这笔钱都不是咱按算伫咱的这个框架内底超出，咱都爱安那，家己紧的开掉。所以这拢是咱的心理框架。咱定咱咧去看人的时阵嘛是共款哦。咱超过咱的心理框架的时阵，咱去看这个人，咱有阵时看袂到这个人。所以框架决定咱。看到啥物，咱感知到什么东西，吼，好，好，咱搁举一个咧，吼，这个就是较趣味，吼，这个有一个查甫囡仔想要结婚，伊就问牧师，
牧师祈祷的时候会用食薰无？牧师安怎讲？当然嘛袂使。祈祷是甲上帝上好的亲密的时阵，当然袂使食薰。伊转去甲另外一个查甫囡仔讲，这查某囡仔讲，啊，你袂晓问啦，哪有人安尼问的？吼，你安尼问毋对问题，我再问一遍。即个另外一个查甫囡仔就去问牧师讲，牧师食薰的时阵会用祈祷无？牧师安怎讲？当然嘛会使啊！你啥物时阵嘛用祈祷？你坐伫马桶的时候嘛用祈祷，你行路的时候嘛用祈祷，骑脚踏车嘛用祈祷，食薰的时候嘛用祈祷。你看，牧师讲用食薰的时候用祈祷，你看。完全不同的心理框架，有无？哦，这咧甲咱讲啥？咱有当时啊，对上帝做心事，做伫咱心上的这个心事，咱受到咱家己迄个框框来限制掉咧，咱看袂到上帝伫咱心上的作为，哦，所以这毋是伫问题本身啦，问题拢共款。只是爱安怎啦，咱来改变一个眼光。所以第二个，咱爱安怎，甲上帝眼光，甲放伫咱的心内底。所以呢，咱旧的这个框架会影响到咱看到啥物，感觉到啥物。所以咱要看到上帝来行心事，咱必须将咱家己迄个，我讲迄个框框哦，迄个旧的迄个框框，安那换做上帝的眼光啦。哦，所以咱来看到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这个故事大家拢足熟的。有一天耶稣安那看到一个生来就痴迷的人，安那伊的学生就问这个耶稣讲：列比，这个人出世就痴迷，对几罪犯罪啊？是伊犯罪吗？还是伊的父母犯罪？直到伊生来就痴迷，就受到咒诅。耶稣安怎讲？耶稣讲，这人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人，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所看到伊的框架是啥？伊今日生来痴迷，遐尼可怜，就是伊犯罪，也是无就是伊安那，伊父母犯罪啦，伊受到咒诅啦。毋过上帝眼光咧，完全甲即个门徒的看法是无共的。伫伊心上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伫即个痴迷的心上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这完全无共。所以咱每一个人，咱若要看到上帝伫咱的心上所行的一个心事，咱必须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啦。所以伫第19节，伊讲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大地发现，你毋惊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啦。上帝要伫以色列人心上所做新的事，到底是啥物？这答案就是第2摆出埃及的一个新约啦。毋过你要看到上帝要行这个新约，必须甲人的这个框架甲摕掉啦！我讲过，咱那个第一次出埃及过红海的框架套在第2次的里面，完全无机会。这超出以色列人伊的想象啦，所以按换做上帝的眼光，以色列人真清楚第一遍出埃及的时阵，我讲过，用摩西甲拐仔举起来，上帝就伫甲红海安那分开。互以色列人行伫这个土地内底。第2遍出埃及的新约也未经历，也未看到，所以完全无法度来想象啦。第2遍出埃及是啥？就是这个以赛亚有预言讲，将来伫未来有一天，上帝会做一个新的拯救的工作。这个第2次出埃及，会互以色列人对这个互掠去巴比伦这个所在，佮转来这个迦南地，转来耶路撒冷这个所在。所以以色列人伊来用顶界想法，这哪可能啦？这哪有可能啦？这就是第2遍的出埃及的出埃及记，就是第2遍，就是上帝所要伫以色列人心中所行新的事啦。
所以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这对以色列人来讲，伊完全想象袂到。所以伊爱换做上帝的眼光。所以每一个人足重要的，咱要看到上帝，咱爱换做上帝的眼光啦。啊，无种伫旷野内底，你想看觅？啊，已经无海啊！啊，一定爱摩西举迄支拐啊，啊海才分开。啊，种拢春山要安怎？都无救啊，对无？是毋是安尼？那照顶界第一遍出来救的，这都无救啊！所以上帝伫遮要安怎？要帮咱，要帮咱以色列人，帮咱所有的基督徒，帮咱所有互家己即个旧的即个心理框架，来甲咱束缚的人，伊要改变咱有一个上帝的眼光，对上帝的眼光来定心来解释即个问题，安尼才会用找到新的解决的方法啦。这真重要。换做上帝眼光，这真重要。上帝知影以色列人一下子伊无法度完全明白，所以伊佫讲一个图画哦，佫讲一个图画。20节伊讲安那，山里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道鸟也要安尼，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敬的啉啦。恁遮的人，你若无换做我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行的心事，连即个山里的走兽，甲即个山狗、甲道鸟，拢要安那？因为我行的心事，互旷野有水，伊能啉着，来看见上帝的作为。恁遮以色列人，你若完全无感觉，恁就看袂出来我的拯救啦。伊就是咧，捌咧骂遮以色列人啦。所以第一遍出埃及过红海，水坐到要死了无？夹口饮是尔。毋过伫沙漠若无水，看是要安怎活？毋过上帝伫旷野、伫沙漠度安那出水，互养起遮以色列人。所以我讲，爱改变，爱改做上帝的眼光。咱若无改变会安那？我想到一个故事。伫非洲有一个村落，一个庄，落雨落足大，落几啊天，即个大水呢，用要甲即个规个村，即个庄仔拢安那，甲淹去。一个师傅伫礼拜堂咧祈祷，伊看到伊的即个水吼，已经淹到头壳有啊吼，骹头，伊就咧祈祷。一个救生员哦，就安尼高一个竹牌仔来，伊讲师傅啊，紧日起来啦！啊无吼，这大水会甲你淹死。伊讲无，我深信上帝会来救我，你先去救别人。无偌久呢，这个水佫安哪来哪悬，淹到伊的胸坎，啊伊就只好徛去这个圣餐道的面顶。这时有一个警察徛一个驶一个快艇，啊讲师傅啊，紧日起来，无你去淹死哦。师傅讲无，我相信我的上帝绝对会亲自来救我。我要甲这礼拜堂甲收好掉。你先去救别人。过无偌久，大水已经甲规个礼拜堂拢淹起来，伊只好去到迄个上顶楼迄个十字架，啊抱咧新十字架。这时看到直升机安尼飞来，这个飞行员来等这个神梯哦，这个师傅讲：师傅啊，紧来起来，这最后的机会啊！我无愿意看到你去哦，迄个大水来淹死。师傅我安那讲，我相信我的上帝绝对会来救我，伊绝对会甲我三角地地，你先去救别人。最后，这个神父有去淹死无？有去淹死。啊，伊去见上帝，甲上帝咪讲安尼。伊讲哦，我一世人奉献互你，我遐尼尽心尽力来服侍你，你既然无来救我，上帝安怎讲？我若无来救你，我第一遍派竹牌啊，第二遍派游艇，第三遍用贵宾级的直升机互你坐，你搁甲拒绝。我掠讲哦，你想要紧日来见我？要教我陪我，这生活是安那？伊家己即个对上帝的迄个心理的框架来限制伊，甲家己害死啦！我看袂到迄个上帝的拯救啦。毋过咱要安怎成功？吼，甲我无去。咱要安怎成功？甲上帝的眼光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底，
啊，上帝有法度来帮助咱。毋是用咱家己的聪明，毋是用咱家己的智慧，毋是咱开足侪会，咱就用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安那。咱来安那来找求上帝的启示啦。上帝的眼光比咱搁较宽，搁较大。咱看的定定是安那拼图拼图的一小片尔。毋过上帝看到的是啥？规个拼图拼好了以后，迄个真水的迄个图画，所以咱必须来领受上帝的启示。所以上帝讲，看进前的事，早前的事已经成，但我要将新的事讲明。这的事未发起进前，我就讲互恁听。所有新的事，拢是上帝所发动的，所以咱爱去找上帝，听上帝甲咱启示啥。最后要看见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来行神事，真重要。咱必须来踏出这个信心的一个脚步。谁来安尼讲？啊，上帝做神事就好啊！啊，咱就坐啊看电影，安尼就好啊！吼，毋是，咱若无这个信心的一个行动，咱就互这个新的策略会胎死腹中啦。当咱来脱的咱家己迄个旧的心理框架。甲上帝迄个眼光换伫咱的心上，咱就有新的策略、新的解决的方式，有新的方式、新的策略、新的解决的方式。毋过咱无去做，有效无？共款无效吼。所以最后我要用这个以色列人来攻打耶利哥城，这个例咱来看，耶利哥的城是遐尼悬、遐尼高。真恶敌，甲安怎攻下来，对无？我之前有讲耶利哥的城。上帝互即个以色列人新的策略是啥？进前的要攻城的安那，甲即个城门甲拍破，对无？甲即个城墙甲淹倒，安尼就会使啊。毋过呢，约书亚去到外口迄个所在，记着即个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使者甲即个约书亚讲啥？讲你要攻打即个耶利哥城，你爱逐工洗城一轮，6工洗，逐工拢安尼洗，拢袂使讲话哦，爱点点吼。第7工洗几轮？洗7轮，最后第7轮的时阵大声喊，安尼城就倒落来。我问你，这是新的策略，恁有信心要安尼行无？迄个我毋敢。我咧洗的时阵，点点迄个耶利哥城的人拍开，迄钱也是下来，我都去了，对无？毋过，咱来看到约书亚的信心。约书亚，我甲你讲，40当久伫旷野内底，伊是一个军事的领袖，伊对攻耶利哥城，我讲绝对毋是一寡策略拢无。毋过，当伊来听到即个耶和华的使者安尼对伊讲的时阵，伊甲家己的即个策略完全甲藏咧，伊去安那？用上帝所叫伊做迄个代志，这必须带着一个真大的信心啦。若无倒要安怎？我大声吼，无倒要安怎？人当作我笑的，是毋是安尼？所以伫遮，咱看到即个光约归来势耶利哥城来攻耶利哥城，需要一个安那完全的信心啦。必须甲家己，我讲特别是约书亚过去伊的策略，伊遐的框架，拢安怎放做一边，完全用上帝的眼光放伫伊的心内底，这是足重要。最后，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行神事有啥物目的？上帝行神事的目的，就是安那21节，这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要保养我的名声。所以，当兄弟姊妹，咱每一天，咱是毋是有看到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来行神事啊？即阵的时代甲过去差足济，特别疫情了后，有足济学者专家讲回不去了啦，已经回不去以前那个世代了。既然无法度回去，
是毋是咱每一工面对咱每一工的威胁、危机、甲挑战，咱是毋是搁较需要放落家己迄个旧的框架，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到咱每一工咱所面对的挑战，咱找出新的方式，咱毋通互过去成功的即个经验来甲咱束缚掉咧。咱一直咧过去咧找方法，无方法，方法伫倒？伫上帝遐。所以咱每一工，咱只有拍开咱的心，来用信心来领受上帝对咱的启示，然后踏出信心的脚步。啊，咱才有看到每一工，我感谢上帝，伊伫我的每一工的生活中。伫我处理的人的中间，伫教会、伫家庭、伫我工作的职场的内底，伊每一工拢咧为着我做新事啊！因做我每一工拢进入伊一个新的稳定的内底。咱是为着遮，咱就开喙来学落伊的名。咱有安尼无？还是讲咱比遮的即个山狗，比遮的道鸟搁较输？因啉着上帝行新事所互因的水，因就开始安那，因就开始学落上帝。咱每一工上帝天开目睭，互咱极大的稳定的时阵，咱连感谢拢毋知。咱看袂出，迄就是上帝伫我的生命内中，伊要互我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内底，要互我进入一个全新丰盛的一个境界。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每一工，咱为着上帝为咱所行的新事，咱来感谢上帝。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阮知你伫阮每一工的生命当中，你拢已经为着阮开路，你已经为着阮。来行奇妙的事，互阮有一个上帝的眼光来看到你的稳定，阮只有感谢，搁再感谢，学落，搁再学落，照着学落，阮要看到每一工搁较侪稳定，临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照着你的带领，互阮伫即个疫情的时代，互阮无惊吓。互阮心自在来面对阮每一工的挑战，因为阮知你甲阮三甲伫地，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多谢张牧师的分享，也愿上帝的灵伫咱的心上，拢会当行出新的事。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5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起立。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
就比讲即书甲李美心即两即书。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2点，传道组主办以赛亚的读经默想活动，伫即礼拜57月29会结束。那即届是规约上长的读经活动，总共有50天。咱感谢传道组所有的志工会提供的时间、甲默想、甲祈祷。今仔日下晡3点。伫4楼的教室，传道组要召开检讨会，也要为着后一期的读经活动来做准备。请欢迎有兴趣参加的兄弟姊妹来参加即个赛，拢会使来参加即个会议。第3点，校铺的检查，请各团体将今仔日伫2022年顶半年1月到6月即个校铺交甲办公室，互阮检查。第4点，奖学金的募款，会主日是咱教会来主题奖学金募款，来鼓励少年人，请大家准备。第5点，圣礼典，第3季的圣礼典安排伫8月28。若有兄弟要洗礼、更新礼、幼儿洗礼，甲会籍转职的人，请尽早互办公室牧师知影。要洗礼的人爱参加4礼拜的学道班的课程。番茄的消息，南门的幼儿园毕业典礼伫7月30，即礼拜六上午10点，伫礼拜天来举行。即届大班的毕业生有6位。第2点，北中上联部伫8月初5上午的9点半，伫艋舺教会要举行父亲节的感恩礼拜，要邀请耶和华执事专讲老大人常见的心血管的疾病。会友报名费50块，若毋是会友，就报名费100块。请向迄个美节姐甲丽丽姐来报名，7月25以前来截止。具体的消息，张志华兄弟就是姚文杰先生，伫7月9号已经爱行主怀，享年75岁。个别想要安排伫明仔上下早啊10点半伫第1殡仪馆的安顺厅举行。原主安慰夫妻，请咱为着遗族来代祷。教界的消息，中级的训练，
北中团队无主办的种职训练会，伫7月30上午伫新店教会举行。即届讲师是曾玉明牧师，伊的题目是对圣经看中集。有报名的中集，请会记咧时间来参加。内底的事项，请咱为着战争，为着疫情，为着生活困苦，以及咱有伫听兄弟姊妹来内底。牧师敢有要补充？好，来，请咱来吟起立，来吟上行400首。上行了后，请着张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认证，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闭会。